就来看英国的前首相特拉斯，今年的5月到台湾访问，佮发表着演讲挺台湾。结果英国的国会最近来公开着国会议员的收入，这个特拉斯有一条收入是到台湾访问演讲赚英镑8万块，若佮加交通佮带卖等等的费用，总共是英镑9万块，大约是台票350万。 这开销拢是远景基金会甲外交部出钱的。这外交部无少党资开大条钱，邀请落任的元首来台湾演讲。这个钱是毋是有开离的应该开的所在，引发着纳入立委的论战。英国前首相特拉斯今年5月访问台湾，专程备受关注。伊用展现对中鹰派立场的戏，5月17日迄讲的演说，嘛佫一摆讲支持台湾。In Taipei is on the front line of the global battle for freedom. 特拉斯出发进程，英国媒体见报台北预测，这摆台湾行有机会替特拉斯赚几若万英镑。英国国会网站公开国会议员财产的登记，就列出特拉斯台湾的演说赚8万英镑，加上交通大费用，拢总9万英镑，新台票超350万，拢是由远景基金会和外交部出。哪位就伫咧骂这无毛价假大价，刘伟就讲这是外交惯例。这个是人民的纳税钱，钱要用在刀口上，所以呢，花了这笔钱，到底它的效益在哪里？对于提高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面的能见度是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不管这个预算有没有这个滥用，我想在我们决算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挺在野党的立委提出来。另外，最近还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今年3月来台湾，一场演讲赚15万美金，超新台票422万，当时嘛引起朝野论战。不过欧美各国元首落任了后，去海外演说赚真侪演讲费用，这本来就真普遍。Thank you all, and I loved the speech last night. Having a chance to talk to all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meant a lot to me. Thank you so much. 2005年，美国前总统瓜林顿访问台湾，短短24点钟，演讲费用就一笔新台票800万，加上机票大所在，里各国加起来费用拢总要1000多万。2009年，佮一摆访问台湾，和时任总统马英九面会，瓜林顿演讲的费用，佮一摆翻倍来到美金75万块，新台票超过2300万。各国元首无论任内进一声款，落任了后，伫咧国际共款正做所言的关键角色，所以一场演讲费用拢会坐甲惊到人。不过，这费用关系到国家钱，要如何用伫咧重要所在，是互大家讨论甲嚟不破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